相信好多人都聽過光明會嘅卡牌咧，可以預言到未來嘅世界大事。而喺2020年推出嘅 Illuminati Second Edition 入邊有一張卡咧，更加同香港係有關。呢張卡咧叫做 Hong Kong Falls 香港倒下。好多人都話呢張卡咧同大埔火災咧係極有關係，因為首先除咗個名之外咧，張卡嘅內容咧係一條着咗火嘅龍，下邊仲有幾條好似樹枝咁嘅物體，好難令人咧唔會聯想到最近成日討論嘅竹棚。講真咧，如果冇地下啲樹枝咧，我覺得咧都可以用其他方式去解讀嘅。但係如果加埋嗰啲樹枝咧，唔通呢張卡真係預言緊大埔火災？呢張卡係成盒卡牌嘅第26張，亦都係最後一張。佢上面寫住個內容，大概係話幾乎冇任何人可以留意到呢張卡冇任何影響，但係仍然可以成為特別嘅一張卡。一段咁圓嘅文字同埋無啦啦出現一張關於香港嘅卡咧，要知道呢盒卡入邊咧大部分嘅內容咧都係講緊美國啊或者世界大事。我唔知大家有咩解讀嘅方式啦。不過呢個世界黑暗咧，其實咧都係人所共知嘅秘密，甚至乎我而家已經可以同你講一個陰謀，就係呢副牌四圍已經賣晒，而我咧買咗另一盒翻嚟開箱。